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看看高盛高盛这个中国房地产周报第9周，它的评价是交易进一步改善，积极。它是本轮房地产宽松政策已实施了22周，一二手房市场交易量持续回升，其中约75个城市一手房市场交易量较政策出台前上涨40%，但低于本轮宽松周期前几周51%的平均提升水平。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回暖的速度降低了。它同时约20个城市的二手房市场交易量较政策出台前上涨42%，高于本轮宽松周期前几周34%的平均提升水平。与2023年1月、2023年8月、2024年5月等历次宽松周期相比，当前2024年9月开始的宽松周期在一手房市场表现相对温和，但在二手房市场表现较为稳健。这是高盛对中国房地产最新的一个报告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咱们现在楼市是回暖企稳，连这个法拍房数字也好看起来了。这个根据科尔瑞数据说，今年2月全国法拍房市场呈现供应回落、成交回暖、信心修复的特征。挂拍规模方面，受季节性因素影响，2月典型城市新挂拍2.6万套，环比继续回落7%，同比微降2%，起拍总价227亿元，环比下降13%，成交量环比上升7%至4100套。同时，竞拍热度有所上升，73%的房源溢价成交，较上月增加5.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有7%的房源竞拍次数超过100次，也就是参拍的人很多竞争很激烈你看就连法拍房都回暖了，不由得你不相信这个楼市回暖，价格就要涨了。这还不算还有这个时代财经报道说，成都地价突破3万元每平米，11家房企报价132轮竞拍一地块，有区域新房库存告急。也就是成都有的地方房子都卖完了，没房子卖了有的地块11家房企竞拍132轮这个3月11日上午，成都举行3宗纯住宅用地拍卖，开发商竞争十分激烈，其中高新区一宗约64亩的纯住宅地块吸引了多家房企参加，华润置地、中国铁建、招商蛇口、建发、金茂、越秀、中海、绿城、华发、中旅、远达，大部分都是国企央企这个大家就看出猫腻了经过132轮的报价，该地块起拍价为18600元每平米，最终由招商蛇口，这是央企以31700元的每平米的价格拿下，溢价率70%，楼面价就3万1了，3万2，那你盖好了至少卖6万吧，创历史记录这个成都新单价地王诞生。这么一说，楼市全面活跃回暖，你还能不信吗？大家为地都抢起来了，溢价率都70%对吧？还不赶紧动手，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吧，然后这个去银行贷款，对吧？再不上车，那可来不及了，赶不上这一趟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似乎这个又不是这么回事。你看宁波市，对吧？这个宁波也是经济大市财联社3月11日电据宁波市住建局今日公布的信息，自3月10日起，购买宁波市6区住宅的契税优惠类家庭住房套属查询区域范围。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查询范围实际上就是你有多少套房名下，你有不同的套数的房子，你卖的时候契税交的就不一样嘛。那他把你的查询范围给他改一下，如果是整个浙江省来算的话，那你有8套房，但是他在宁波市某一个区算，你恐怕就1套房，那你就是首套房。我就举这样的例子你看这种数字游戏，实际上就是让这个你买卖交易契税少一点，享受这个首套房的这个优惠。调整前查询这个，他举例子如果你有一套120平方米计税房款360万元的住房，那么在调整前查询市6区范围，属于家庭第3套房，应缴纳契税360万乘3%，也就是108000块你在整个宁波市查的话，你这是第3套了，你要交10.8万元契税。现在它只在，对吧？如果宁波市江北区
查，哎，你在江北区就这么一套房，好了，属于家庭首套房，只需缴纳契税360万乘1%， 3.6万。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干？还是救市啊。我们再看啊，这是财联社报道，3月10日电的，苏州市住建局会同相关金融机构研究出台了3D 一宽特色化金融产品。什么叫3D 一宽呢？低首付、低利息、低月供、宽期限。你看看什么人需要低首付、低利息、低月供、宽期限？宽期限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今年还不起，能不能挪到明年还？宽期限。叠加人才房票政策，进一步降低购房门槛，助力青年人、新市民购房置业。具体为低首付，最低首付比例15%，符合各地人才房票政策的购房者，可将人才房票等额抵用于区域内购买新建商品房首付款，也就是你的房票可以抵那个首付款，那相当于你首付款不用交了呗，房票就抵了。低利息，符合相关征信条件，可享受最低商业贷款利率。低月供加宽期限，部分金融机构可提供定制化购房贷款产品。什么产品呢？可享受前5年每月最低只还100元本金，延长购房者本金还款期限，降低购房初期还款压力。按照有些网友大聪明的说法啊，那这个就是把那个上吊的绳子往下又放了放，以便于你把脑袋伸进去啊。那为什么你看苏州是经济第一的这个地级市，为什么又出台救市措施呢？你看宁波不差吧，苏州更不差，这俩地方还在玩命救市呢，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对吧？朱门酒肉臭，那房子土地的溢价70%，房子都卖掉了，都库存告急，一边是还在给你把吊紧的绳子往下放，不觉得这些信息比较混乱吗？矛盾吗？我想政府出来这些政策啊，那是实打实真的，媒体吹的那些报道的那些，恐怕后面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再看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这杭州可了不得啊！中国日报报道他说今年两会为什么让我想到了杭州？这也有意思啊！这两会是讨论全国的事情，怎么就跟杭州挂上钩了呢？对吧？还是大家要多动动脑筋呢？就是难道是巧合吗？说今年两会科技创新这个词浓度真的很高。证监会主席感慨说经济主题记者会快变成科技主题记者会了。教育部部长说DeepSeek 和机器人是教育的重大机遇。政协委员冯远征用 DeepSeek 写剧本，人工智能、机器人、民营企业这几个词，不禁令人想到了杭州六小龙。这个杭州六小龙这个一顿鼓吹一顿炒不知道对杭州的楼市有多大作用反正 DeepSeek 一共才100多人，这恐怕还大部分在北京呢。但不管怎么说这杭州六小龙这个宣传，还是给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似乎又带来了一些人气和流量。但是这个能持续吗？对吧？不妨往下再看一看，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拿着钱往杭州跑，去投资去创业。钱往哪儿跑，人往哪儿跑，那个地方肯定差不了这个咱们得认，对吧？资金往哪儿跑人才往哪儿跑。这个我记得春节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说要把杭州打造成东方硅谷吗？但是这下东方硅谷好像有点出状况了。什么状况呢？媒体报道说3月10日推进杭州体育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杭州全民健身中心召开。会议中提到过去1年杭州体育事业亮质齐升，蓬勃发展，并首次跻身2024年全球体育城市指数50强，位列第48位。中国另外2个位列前50的强的城市分别是北京和上海。你看就是在这个体育城市，杭州和北京、上海已经齐头并进，已经是一个阵营。这个时候似乎忘了杭州是东方硅谷了杭州这回变成体育城市，就给人感觉是哪儿热它往哪儿蹭呢？这是不是蹭流量？对吧？前面还是硅谷，现在又整成体育城市，就像很多那个胡适的上市公司一样今天包装一概念，明天包装一概念，昨天明明是颠勺的一家饭店，过2天就变成大数据，再过一阵子变成算力股，提供算力，反正哪个火它讲什么故事。过气网红城市房价还要往哪儿涨呢？等着谁去接盘呢？就炒房的要问一问自己你这个房子加1倍，你这房子乘以2或者乘以1.5吧，然后这个价格谁买得起？这些人现在在哪儿？是在杭州吗？正在培养吗？还是等着北京、上海的有钱的人把他房子卖了去杭州买？苏州GDP 比杭州高，消费比杭州便宜，比杭州低，连苏州都在救楼市对吧？跟这个业主跟这个按揭贷款的谈，对吧？你1个月就还100块这样让人来买房，对吧？宁波呢？刚才也说了，偏偏杭州的楼市
一枝独秀是吗？我们以这个五星级酒店为例啊，最近网上一个热搜啊，说五星级酒店为什么开不下去了？说到五星级酒店啊，那绝对是有发言权的啊。有很多网友知道，我刚到北京打工的时候就是做旅游，所谓的旅游就是做订酒店呢。主打业务啊，就是订酒店。这个酒店特指3星级以上的。那个时候啊，大家记住了，可没有什么经济型连锁酒店，什么青年旅社、民宿都没有。你能想象国人曾经追捧的5星级酒店正在逐渐被抛弃吗？他们本身是奢华和身份的象征，如今却关的关，卖的卖，成了烫手山芋。文旅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还有845家5星级酒店，到了2024年3季度只剩736家。这里有个视频啊，大家看视频介绍。你能想象国人曾经追捧的5星级酒店正在逐渐被抛弃吗？他们本是奢华和身份的象征，如今却关的关，卖的卖，成了烫手山芋。2019年中国还有845家5星级酒店，到2024年3季度只剩下736家。冷冰冰的数字里藏着无数唏嘘故事。北京长城饭店营业35年，接待过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老布什，却在2023年底黯然停业。太古里鱼舍酒店房价最高3万5一晚，明星名流打卡地，2024年6月突然闭店。上海东方汉悦阁前身是摩多小三亚索菲特，换牌不到2年就匆匆退场。这些用真金白银堆出来的奢华地标，怎么就开始退潮了？故事得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主导开启了5星级酒店的兴建，广州白天鹅、上海华庭宾馆等开业。这些酒店面向政商名流，迅速成为各个城市的地标建筑。真正的疯狂始于房地产扩张时代。21世纪初，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要求开发商拿地时必须配建5星级酒店。开发商也乐得配合，酒店亏钱无所谓，拿到土地顺便带动周边房价上涨，才等于真金白银。于是全国遍地开花。2008到2019年，中国5星级酒店数量从423家暴增到845家，翻了一番。星野地产、王爷地产，2020年3条红线一出，房地产大降温，这套打法玩不转了。地产主业杠杆压力巨大，为了回笼资金，5星级酒店成了需要被甩卖的资产包袱。国内地产龙头企业如恒大、碧桂园、融创、绿地、世茂等都有出售酒店物业的新闻传出。关于高端酒店破产清算或被拍卖转让的消息屡见不鲜。5星级酒店失落的内因则来自于经营困境，他们自己也没想明白高端到底该卖什么。业内人士看得很透彻，以前5星级酒店是地方政府的承地单，开发商的拿地工具，唯独不是服务消费者住的。数据更直观，有机构测算2010到2018年5星级酒店年均投资回报率仅 0.3% 到 4%。 反观经济型酒店，7天如家靠标准化服务闷声发财，终端雅朵把人文体验玩成了流量密码。消费者早就用脚投票，我们要的不是大理石加水晶灯，而是能记住我枕头高度的服务。难道中国人不爱高端酒店了？恰恰相反，只是年轻人对5星级祛魅了。现在是体验为王的时代，比如九寨沟丽思卡尔顿隐士酒店融合藏寨风情与现代设计，阳澄湖悦榕庄推出大闸蟹宴加湖州茶道深度游，上海冰雪世界周至奢选酒店直接把滑雪场搬进酒店。这些巧思让客人在享受奢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5星级酒店的黄金时代或许已经结束，行业进入全新的转型周期，游戏规则正在被悄悄改写。这个美女啊说的非常好，她是财经杂志的啊。5星级酒店呢，它是地方政府一个象征，地标性建筑象征地方政府那个城市这种水平，服务水平。5星级酒店越多，说明你那个地方服务水平越高过去就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开发商拿地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尤其是盖那个城市综合体，你比如万达、绿地绿地中心或者是五月广场这种就城市综合体，它必须要建一个5星级酒店或者4星级的这成了一个标配。2028年到2019年，中国5星级酒店数量从不到423家暴增到845家，翻了一番。那5星级酒店黄金时代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为什么5星级酒店现在不吃香了？这个视频讲的说这个房地产这套玩法不行了，对吧？然后5星级酒店也不是为这个客人服务的，反而是那些经济型酒店，对吧？更实惠。这个说法都没错只能说它是原因之一。作为一个曾经的这个算是从业者，我可以告诉大家5星级酒店为什么
开不下去了？第一个就是消费降级，这个不用这个避讳啊，就是大家没钱了，对吧？如果你一个月赚5万，你不会住那个经济型酒店的，你一定会住那个楼堂会所啊，那个大堂非常高，对吧？水晶灯、大理石地面，一晚上1000块、2000块，你花得起啊？小意思，对吧？你现在一个月5000块，你说你就住那一晚上1000、2000的，确实花不起，对吧？就是消费降级啊，没毛病啊。有钱人还是有啊，有钱人还是多，但是毕竟啊，住这种5星级酒店，这种需求呢也不会太多，但人数有限嘛，所以你全国800多家5星级酒店，它就吃不饱。实际上5星级酒店也是内需的一部分了啊。如果说这个5星级酒店你整不明白，还有相应的其他的数字你能看得懂。你比如说上海的高档餐厅，我记得去年是1700多家还是多少家，倒一半。高档餐厅和5星级饭店是一样的嘛，就是彰显一种服务身份，对吧？你还真能吃出什么花出来？什么5星级酒店你还能住出什么花出来吗？所以你看啊，5星级酒店搞不下去，跟那个豪华餐厅搞不下去是一个道理。北京的这个去年啊，规模以上的餐饮企业都在赔钱，就是消费降级啊，对吧？那个大家知道这个奢侈品是不是 LV 什么古奇，是不是去年在中国都是急剧下降啊？连这个日本啊消失了30年那个平替优衣库啊，那个优衣库是日本消失了30年出现的平替啊，哎，去年在中国都不行了，被咱们的东西要平替日本的平替，你就知道降级到什么程度。北京的宝马5S 店关门，那个5S 店不就是5星级饭店吗？是一个东西啊，一个意思啊，就是服务嘛。为什么它搞不下去关门啊？所以说你把这些联想起来，你就知道5星级酒店为什么开不下去，就是消费降级，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国商务客人减少，这些5星级酒店什么丽思卡尔顿、什么希尔顿、什么喜来登，那都是国外品牌，对吧？什么香格里拉，他们都是连锁的，全球那个这些主要都是商旅客人，旅游的客人不会住5星级酒店，记住了啊！我30年前我做这个酒店，做的都是外宾，外国人有钱呐，外国人根本就不觉得你这个饭店贵。你想，你这个饭店，比如说是1000块钱一晚上，那合着美金才100多美金啊，150美金。对他来说那能叫贵吗？你再给他打个折100美金，你老外100美金住酒店对他来说就不算太贵，尤其是商务客人。所以我们那时候做酒店的时候主要接待是外宾，咱们这个什么建国饭店、国贸大饭店、中国大饭店、长城饭店、昆仑饭店、凯宾斯基啊，这都是北京的5星级饭店啊，还有什么嘉里中心是吧？金广大厦这都是北京啊比较早的一批5星级饭店，接待都是外宾啊，外宾特别多啊。那外宾来干什么呢？都是来商务的，要么是国内就是外资啊，在国内的高管，他们一来住个半个月啊，这种比较多。那现在你比较一下，你觉得这样的客人还多吗？对吧？我们也不要自欺欺人呢。哎，不是说外国人少了啊，是商务客人少了，高管少了，来出差来谈合作的少了，但是外国人并不少，因为咱们现在开放了很多这个签证啊，对吧？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那他们住的就是刚才视频说的啊，那些经济酒店，他们怎么会住5星级饭店呢？非常少，对吧？他们来肯定是哪个便宜住哪个，如家都算贵的。所以说啊，这玩意儿你不是从业者，你说不出个所以然出来。所以评论啊，还得像我这样啥行业都干过的，啥行业都了解一些。你800多家5星级酒店，一家酒店500张床，你算算这是多少张床吧？就是将近40万张床。大家把脑门子玩命的拍一拍，你说我们有那么多这个外宾或者高管来中国洽谈业务吗？一张床，对吧？一年是365个建业，40万你乘去吧，算。然后你算算这个商旅客人啊，这些外宾，他能有多少人到中国来？当然我们自己也有钱人住5星级的啊，但这个你就算占一半吧，对吧？咱们自己内需。毕竟有钱的老板，私人企业，哎，他愿意住5星级酒店也可以。你一算，你就知道这个数字缺口特别大，一大这些5星级饭店他就吃不饱，对吧？每天都有大量的那个房间是空着的，它成本还在，所以这个饭店的利润就非常低。现在就是基本上不赚钱，他就走个现金流。那么这些5星级饭店的业主啊，现在也是受到现金流的影响，对吧？他没钱还债，那他只好卖这些5星级饭店。就像那个万达，对吧？王老板把他的下面那个酒店全部卖掉一样啊，那个时候卖，还有融创，还有富力，他们愿意接盘。你现在卖没人接盘，谁接啊？整个市场行情不好，所以说根本就卖不掉，你就打折，让人家捡便宜。富力啊，从万达那儿，王老板那儿把酒店买过来，他现在又打包万出卖，那价格恐怕是以前买的价格的一半，否则你卖不掉啊。所以啊，5星级饭店现在开不下去，成了负资产，根本原因就一个是外国投资少了，如果你再结合一下那个口罩期间，对吧？你就知道这个打击有多大。第二个就是
就是咱们消费降级。哎，如果说外资少了不要紧呢，我们收入高了，我们自己住，对吧？你才40万张床，怕什么呢？咱们14亿人，对吧？这5星级饭店照样可以吃得饱。问题是咱们消费降级啊，没钱呢。按照人民日报的解释啊，我们高质量的外资多了，对吧？那些低质量的外资少了，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外资减少，那你的外资减少，高质量的外资那人少啊，它是高质量的，对吧？所以这些人少了，你说对5星级酒店的住宿的需求就少了。实际上我认为啊，既然是咱们消费降级，5星的、4星的、3星的这星级酒店，还有民宿、经济型连锁酒店都一样的在降，那为什么经济型酒店、连锁酒店反而还挺火的，没有降？这个我就认为是跟咱们这个去年国家政策有关系，就是给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对吧？很多国家放开签证，哎，确实促进了很多人跑来旅游，对吧？很多老外啊，还有外国的 UP 主，对吧？到中国，还有韩国人，韩国的思密达跑到上海去玩，他们不会住5星级酒店的，那少数人会住啊。哎，这些人住哪儿呢？不就是经济型连锁酒店吗？所以经济型连锁酒店反而还挺火，而且还不便宜，卖300多一晚上，有的还400。所以从5星级饭店搞不下去，也能折射出咱们当前经济形势啊，对吧？你说在这种形势下，房价还能涨，确实啊，脱离了实际。你再涨，谁买嘛？谁有钱买？谁能扛得起那个按揭贷款？这不是不想买，是他负担不起那个按揭贷款。统计局这个公布的2月份的 CPI、PPI 同比环比都在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飞机票的价格在下降。你说这不是邪了门了吗？咱们旅游的人在增加，但是飞机票价格下降，这个不符合逻辑啊。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大家都选择坐高铁、坐火车，或者是自驾短途旅游，就是都不坐飞机，所以飞机的供应才过剩呢，所以飞机票价格在下降啊。但同时咱们旅游的人数又多了，那就是说更多的人选择啊便宜的出行方式，这不就是消费降级吗？所以大家自己啊把这些现象串起来去想一想，意味着什么？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你就有了方向，心里就有数了，不会被别人忽悠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